れに这是山口山口百惠哈，伊塔比达吉。好，大家搞早哈，咱开始要继续来读在咱遮写日志，1632年12月9日。12月9日，有15只渔夫的撞客船，歹势渔夫啦哈，袂记诶。渔夫或者是渔夫吼，用客船出航前往南部掠鱼吼。台语袂讲捕鱼啦吼，台语是掠鱼。有14只渔夫用客船对西那来抵达此地。下晡，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对新港转来吼。顶一回讲伊骑马去新港啦，含迄个团岛人去新港吼。即个中邦社吼，或者是大邦社，人捌长官阁下以及新港社议会来承诺来答应吼，讲会阁转来因的砖头来带吼，因对做军，即个因是你讲啥吼？我看袂出吼。因对因做军的砖头贺烧以后，就离开因的砖头，伫咧新目加流园迄个小砖头内底，因就是以早逃亡的新港人，嘛应允讲会阁转来因较早的砖头新港来徛起吼。即遮一堆因哦，我毋知你讲啥物人吼，但是。其余的迄寡住伫咧旧目加流园的人，也毋知讲因会阁转来因以早的砖头新港即遮来徛起袂？这以后才要阁考虑吼，一堆因啊，所以我毋知你讲啥。12月14日，这是5天写做一篇吼。10、11、12、13、14，好天，即几天有4只用客船对西那来，并且往南部去掠鱼。今仔日伫热兰遮城堡的东北角，迄个灵堡遐，伫原来的即个宫殿吼，歹翻吼，等下查看觅啊。伫原来迄个宫殿顶头用中国砖啊，用中国砖啊，就西那来的砖啊吼，起造一个新的宫殿吼，以防止漏水。咱来看即个宫殿要安怎翻吼，或者是台语原在是安怎讲吼？台语大词典。无，做台语，对应华文，宫殿，无，类骨感，汉字，直接汉字，拢无吼，拢无安尼，我着来查。孔子伯的讲法吼。
顶，就是顶啦吼，这是毋免知吼。讲即字读做仰，或者是强吼。仰手就是拱手迄个意思吼，仰手就是强手。手通袖，手三叉。即个通袖，之前有看，无去甲查吼，查一下通袖是啥物意思？通袖就是甲双手弄入去三对的即个手腕口内底吼，叫做通袖。就安尼讲听有啦吼，就是你两只手三对的迄个手腕弄入去内底安尼吼，叫做通袖。啊，所以手通袖就是强，或者是拄则讲强手吼，或者是手三叉吼。另外是有掠，或者是碰，或者是强劲的款式，吼，叫做强手，或者是强手吼，强啊，所以强顶或者是强顶吼，这是阮的变调法啦吼，阮的变调，阮的 Q 卡变调是第二声变第五声吼，所以变做强手。啊，你若是会讲 Q 是变第一声变强手吼。173253573217着嘿。好，强顶吼，讲即个宜兰遮城堡东北角迄个陵堡，伫个原来迄个强顶顶头，伊佫用砖仔佫起做一个新的强顶，因为流水啦，惊流水。惊厝顶流水，所以佫起一个新的厝顶起。好，12月15、16两日无特别的事，安尼也写一篇，奇怪，就规支人过就好啊。12月17日，有一只容克船对西那在盐内即个所在，并且带消息来讲，即个所在因为即马讲的是台湾啦吼，伊即个咱真正讲伊即马。到末年的1个拢是伫台湾写，有一只容克船对西那载盐来台湾，并且带消息来讲，伊赶差不多伫10工前，伫个福州河附近和海贼老乡相见吼。啊，哇，俘虏之前讲安怎讲，我煞袂记，就是活掠啦吼，活掠。老乡的老爸以及其他的几个朋友，老乡的朋友，老乡即个本人逃走去南方，应该已经率领伊全部的兵力去追捕即个老乡，即个情形如何？犹太时间分晓吼，所以老乡去互一关。拍败吼，12月18日，容克船打狗号和新港号去南部保护渔夫，也另外有2只船同齐去南部掠鱼。12月20日，19、20两天有强烈的北风，今仔日。长官阁下和议会决议对以早因为战风来2只日本人的容克船，一只是对暹罗，一只对巴拿西朗。巴拿西朗昨有讲过，敢若是菲律宾的一个海湾吼。后壁即句话是啥物意思？一只对暹罗，一只对巴拿西朗，中午和平队，即句话是看无吼。不可一舍，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费用对，互因出航，
以避免造成任何新的冲突。哦，将与和平抵啦吼，即、个抵毋是对啦吼，我拄则是当做是对。迄、个抵是迄个副词吼 ，adverb，adverb 将要和平吼，无甲即个抽射吼，或者是任何费用吼，互因出航，互因离开就对啦，以避免造成任何新的冲突。新的冲突啥物意思？是因为较早旧的冲突，就是因为即、个甲因甲日本船抽水造成迄个哈马达即、个事件嘛吼，冰田未冰化即个事件就是安尼造成的吼，所以即道就毋敢甲抽水啦吼。好，这是12个二十。12个21、22日，好天，有一只容克船对偏湖来即只靠岸吼。23，12个23日，有一只容克船载咸鱼含鹿肉吼，出航前往安海。24日，上述容克船因强风，就拄则进前昨迄只载咸鱼、载鹿仔肉的吼，透大风伊佫转来港内。12个26日，有2只容克船载咸鱼、鹿仔肉含苏木出航前往安海。我查一下啥物叫做苏木吼。苏木，哦，苏木，无介清楚，我敢若看即个伊基不可规则嘛是看无吼。看代理店有收苏木。有收呢，苏木、豆壳红色的芯材切来制作面类的染料吼。当然嘛是佫毋知这啥物物件吼。看相片看袂出来吼，应该是我毋捌看过即种茶，即种树啊。好。咱继续转来22只吼，载咸鱼、鹿仔肉甲苏木出航前往安海吼，2只容克船。下晡北风开始增强，因此上述2只容克船又佫转回啦，又佫转来吼，停伫咧北平沙洲区的下面。这是12个26日，过来是29日。12个27、28、29。无特别的事，依然是透强烈的北风。这12个啦吼，冬天透北风。12个30日，好天，上述容克船导航前往西南沿海吼，载迄个咸鱼、鹿仔肉甲苏木。12个31日，有2只容克船对望港内缴纳1000条乌鱼。做11色，11色就是10分抽1分啦吼，10拍的色。过来1633年吼，所以咱1632年读煞吼，一年佫过啊吼，诚紧吼。1633年，日兰遮城堡的建造，俄罗上帝，就是日兰遮城堡即嘛才开始咧起哦。现在
等下我查者，为什么伊个伫即只特别俄罗上帝讲热兰遮城堡的建筑？我查者伊个维基百科吼，看有写无？维基百科。维基百科讲安平古堡吼，即个怪名吼，是希腊观点的称呼法吼，叫做安平古堡吼。自古以来无即个名吼。伊是原本是称做Orange Fort Orange 吼，就是柑仔城吼，热兰遮城或者是热兰遮堡。有个名叫做台湾城安平镇城、安平城、王城、暗城、赤坎城是做伫咧台湾台南市安平区的一个城个遗址，是1623年兴建简易城制，1624年拆毁。8个对原址重建的堡垒，1634年竣工吼，即个竣可能是读做准吼。1634年完工啦吼。我查一下即个竣呢。竣吼。竣工竣工吼，工程明白吼，台语讲明白就是意思就是 completed 吼 complete 吼，所以是竣工吼，就是完工吼。好，咱转来即个先来维基继续看吼，伊讲1634年完工嘛吼，是台湾上早的即个要塞建筑。好，咱看到遮吼，1634年完工，伊这城是1633年1月1日热兰遮城堡的建造，啥物意思啊？看无吼，因为你若看伊重建是讲1624年拆毁8月底就开始重建吼。1624年起到1634年起10冬哦，敢若敢遮久安尼？我看觅啊吼，对，好啦，人过啦，我伫就是1634年完工啦吼，啊，你即句啥物意思？我都无理解吼。即嘛已经进行到所有的灵堡，拢用砖仔贴墙哦，甲围起来哦。所以你看，已经起到遮就差不多要完成啊嘛，剩一档竣工，所以伊俄罗上帝是讲起到即个程度啦吼。好，因此上述灵堡以及伫咧北线尾甲即个港道入口的碉堡、入口处的碉堡，今仔日早起由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开动本馆的议员，为着要互即寡地方会当清楚辨识，所以呢，伫发炮并且鸣枪3响之后，按照瓦切人的4个主要城市的名称，以及日兰最主要的岛的名称来号名，就是西南的灵堡称作 Middle Birch， 东北的灵堡称作 Villingen， 东南的灵堡称作 Carbonville。伫咧城北、西北的炮台称作阿内姆甸，而迄个位伫即个水道入口的碉堡称作 Z Birch，
意思是海豹，海的死嘛，一个 zebra。愿万能的上帝丰丰富富祝福即个日兰野城堡和其他工程与公司的职员，互伊会当兴旺发达起来，并且继续保护咱免受咱敌人的任何暴力和困扰。放炮啊！吼，即座新城吼，即个新起的城吼，啊，真欢喜安尼。这写日记的人就诚欢喜吼，写到内底插一句俄罗上帝吼。啊，讲这个，咱拄则讲1634年完工，其实起到遮已经就差不多要好啊吼。你看伊讲四个灵堡，拢用石砖仔头贴起来吼。啊，四个灵堡，而且拢号名吼，而且号名搁一个仪式吼，放炮吼。放炮搁放枪，安尼三项了后再来号名吼，而且是照 Walcheren 的四个主要城市的名来号的吼。咱来看 Walcheren 啥物所在，今仔日叫做 Wallen， 是伫咧荷兰南部。来熟悉一下吼，熟悉一下即个所在吼。以后恁若有机会去荷兰，来到即个所在，你就知影讲，咱台南吼迄个。日兰野城堡就是四个即个灵堡四角位，就是用即个瓦伦即个所在来号名吼。我来查一下，瓦伦伫倒位？讲伫荷兰的南部。无看咧，我电脑足钝的吼。哈伦堡是要用啥物？该用 Dutch。瓦伦，哟，为什么我的 Google Map 找袂到荷兰？荷兰伫遮吼，恁若方便啊，恁找看觅看会当找即个所在瓦伦，但是我找袂着呢，找袂着即个所在。我搁看一遍吼，我直接用日记内底写即个名查好了 ，Walcheren。嘛无，瓦伦 ，Wallenberg。伫即个但是即个瓦伦堡毋是伫咧南方，颠倒是伫咧差不多是荷兰的西边遮。啊，讲南方嘛会使啦，西南边啦吼。但是就无伊讲的迄个瓦伦即个所在吼。歹势吼，找无。好，咱转来遮吼，用即个城市的
即个地区啦吼，应该Warren 即个地区的4个主要城市的名来互即个4个灵宝吼。咱来看即4个城市的名吼，以及 Zealand 上主要的岛的名来互名吼，可能是就是讲 Zealand 迄个岛可能就是 Zeebrugge 吼。我先来查即个 Zeebrugge。哇，这可能是古早的荷兰文吼，即马查可能拢查无 Zeebrugge。好，西南是 Middleburg。Birch 即嘛可能拢读做 Berg， 然后就是啥物 Berg， 华语拢翻做啥物堡吼。Middleburg 有即个所在吼，是伫南边无毋对，西南边啦吼。Middleburg， 过来。东北边叫做 Vlissingen， 这古早荷兰文即马可能拢毋是安尼写，可能恶测啊。Vlissingen， 我敢若有呢。Vlissingen 就拄则迄个Middleburg的西南边吼。所以就是即九位啊啦吼，应该就是即九位啊，就是迄个 Warren 所即个地区吼。另外个 Warren 即个地区，我毋知啥物即嘛叫做啥物所在吼。当然我对荷兰也无熟啦吼。好，过来叫做 Camperville。Camperville， Holland。有 Camperville， 伫拄则伫 Middleburg 东北边吼，所以就是 Middleburg 伫中央，东北边是 Camperville， 西南边是 Vlissingen。过来，所以过来是炮台叫做 Arnemuiden。Zeebrugge 是查无啊吼 ，Arnemuiden。有 Arnemuiden 有即个所在吼，伫 Middleburg 的东边啦吼。OK， 所以 Middleburg 就是确实是对个即拄则讲的即三个所在包起来，即个中央的所在叫做 Middleburg。所以即九位啊，就是 Warren 吼。你若有机会来荷兰佚佗，来到即九位啊吼，伫咧荷兰的西南边，甲外海吼海边啊。你若有机会来遮耍吼，即几个所在就是较早台南4个灵宝号名用的即个名。好，写日志人应该是心内诚欢喜吼。看，你嘛当想到吼，迄个遮尔新的城起好，迄城是墙是足厚的吼。当然我无看过日兰遮城堡啦，我看过伫咧伊
你即嘛会当去查吼，因伫咧讲即个时阵，伫咧迄个叫做啥物？香料群岛吼，迄个叫什么班达岛吼，班达岛遐，因原来起一个城堡，规模是差不多，啊，迄个堡甲即嘛佫伫诶吼，你当去看，迄城墙足高诶吼，看是足勇诶堡城堡啦吼，所以迄当阵吼，去甲新达达吼。好，咱继续看日子。今仔日对西那坎巴瑞吼，伫咧打稿写来一张批来，知影讲，伫旧年6月17日，坐一只小型客船去打稿附近哇，即字佫袂记啊，巡弋吼，巡弋咱捌查过，但是我袂记，我佫查一下。顺益吼，顺益讲旧年6月17号，坐一只小型客船去打到附近顺益挺号对巴达比亚转来船只的助理叫做 William Kick 以及另外6个人，伫咧打到完停船的时阵，因为无够警戒，全部被当地居民谋杀死亡吼，发生命案吼。7个人吼，死7个人。即个消息是已经是旧年6月的代志吼，但是即嘛即张批寄来才知影，是我想无即张批台南打到其实无介远，啊一张批若会寄遮久才寄到吼。好 ，OK。好啦，即马讲起来拢是无法度破案的历史的奇案啦吼。1633年1月2日3日，好天，时间10点过2分吼。好天有5只小型客船对厦门来到此地，所在有米、有乌糖。有粗制废器，就是粗灰啊，含其他的细项物件，以及微量的丝质布料。即寡生理人证实，阮伫咧顶个月17号所听到有关一竿和老乡的消息吼，各位记无？一竿拍败老乡啦吼，即个消息，就是因两方吼两边伫咧顶个月4日伫咧福州河附近。拢用因的舰队互相攻击对方。根据希腊人所讲，迄场战斗对早起一直拍到要暗啊，一竿最后才稳住阵脚吼，就是部队伫才规个较稳定落来吼。一竿兄弟名叫做死舍，身上两笪着伤吼，伊的部下大部分拢去用刣死，因此伊大为震怒，就是非常生气吼。遂冲入去老乡的舰队中央，上述海贼老乡以及其部下，就甲即个死舍甲包围起来。老乡的舰队每一只用客船拢有一个铁啊做四角的即个钉吼，含一条铁链啊。因着用即个四个角即个钉吼，扣甲即个死舍用客船甲扣掉的吼。若毋是同行的另外一只用客船顶的伊的队长。抑阁有另外一只用客船赶过来，真幸运来甲解围。即个死舍一定会去互扣伫遐吼，扣掉伫遐。伫咧即场战斗当中，一竿即方面死800到1000人，老乡迄方面死差不多共款的人数。根据上述希腊人所讲的，从来无发生过像安尼战斗。
到要暗啊双方分开的时阵吼，老乡和共船行船的，就是划落来，其他20外人换做一只洋客船，因放弃因迄只广东的坐船吼，广东的沉重的坐船应该是较大船吼，甲伊还佫有其他几只船拢放好烧掉吼，并且即刻南下飞驰吼，就是往南边真紧走啦吼，船驶足紧走，去追赶伊所存落来的小船。即讲的是老乡吼，毋是伊赶吼。伊的小船大部分拢逃脱了，追着到了后，急忙伫咧烈士甲伊的部下对迄寡小的吼，和无合用的船来甲搬过来，甲就是伫咧烈士迄甲位啊，甲伊的部下对迄寡细只船啊、无合用的船啊，有诶可能已经舰甲可能破烂去吼，所以甲即寡人刷过来伊即边的船，随着越过漳州河，顺风南下吼，顺风落南，要逃往南方吼。进前读着消息，就是讲老乡往南方逃走吼。几工了后，一寡嘛率领伊的全部舰队军岛去遐，以后情形如何，有待时间分晓。好，咱今仔日读到即个一寡和老乡的战斗的情形吼。今仔日有4只渔夫的即个洋客船对南部来，因交来900只乌鱼做纳迄个11色吼。1941日1633，有7只渔夫的洋客船对南部来，因交来2000条乌鱼做纳即个11色。1961，无值得记录的代志，下晡开始透强烈的北风。1982，有10只洋客船载一批鱼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要暗啊，有5只洋客船对南部来。1991，阁有17只渔夫的即个洋客船对南部来，其中有的是完全空船，其他也鱼掠真少吼，捕获真少。今仔日洋客船新港号也保护上述的船只转来到厝地。迄只洋客船的大工啦吼，迄只洋客船的大工舵手啦吼，去找个助理威廉克克对遮，威廉克克会叫的，就是发生命案迄个，用台视伫咧大高湾遐吼。讲，所以迄只洋客船的大工去找助理威廉克克对遮坐船去打到附近听候巴达比亚航来船只的迄只小洋客船的残骸。我查一下，即个骸是毋是读做骸啦吼？残骸吼。顺翼，复习一下。读做骸也是街吼，街就是骹大哺母的门，叫做街。另外是骹下节的骨头、骨血、骨骸。所以骸本来是指骹下节的骨，叫做骸吼。咱讲骨骸吼。好，残骸。所以迄只船的大工去找威廉克因所做的迄只洋客船的残骸。迄只小洋客船看
看样已经去互烧去啊，吼，烧歹去啊。伫咧海滩看到一条荷兰锁仔，吼，含一面太子旗，会当做迄只小细只用克船的物证，吼。船无看，但是看老有一条锁仔，甲一面太子旗，吼。啥物是太子旗？我都毋知，伊嘛无注脚吼。1月12日，无特别的事。下晡有北方来的强烈的暴风。1月13日，暴风开始减退。1月15日，有21只渔夫的用客船出航前往中国沿海。下晡有18只渔夫的用客船对南部来。再来差不多是15000条的乌鱼，用客船打到好护送因转来了后，即刻又搁去南部要去护送村的渔夫的用客船。今仔日下晡，应格瓦丁的用客船对日本带来所期待的消息和朋友，咱的朋友的批信，感谢上帝，就是公司的船只人员甲货物因为诺伊兹阁下的抵达，伫咧日本国会确定诺伊兹阁下已经抵达日本了后，即刻解除了这非常久长、严重亏损、极为悲伤的禁锢，一切拢恢复以前的自由状况了。只有上述诺伊兹阁下伫咧日本的皇帝和国会下达进一步的命令以前，拢必须被关伫咧监牢内底。即段是大条消息吼，但是我看无介有，我阁继续咱阁看一遍吼。讲即天下晡，用去对日本带来其他的消息来吼，以及一寡朋友的批。这消息是讲，公司的船只人员货物啦吼，已经去用算逃放啦，已经放出来啊吼，应该是放出来吼，所以写甲落长，讲是因为诺伊兹阁下的抵达，伫咧日本国会确定该诺伊兹阁下已经抵达日本了后，就做解除了禁锢吼，即个应该是头说过啦，我查一下吼。有编读编啊，无编学家己学白编。过吼是读过无毋着禁锢吼，所以就是解除禁锢嘛，就是所以一寡船只人员货物吼，本来是去用扣掉的，即嘛拢释放啊吼，而且是经过非常久长、非常严重亏损、极为悲伤的即个禁锢吼，去用扣掉，扣甲写甲安尼落长吼，一切拢恢复以前的自由状况。恢复吼，我记得是读做恢复啦吼，当然我这是孔子辈读法啦吼。我查一下即个火字，火字甘字典写亏吼，所以是读做亏。我看啊，大理大书店有无？大理大书店嘛有收吼，就是这是文言的讲法，叫做恢复吼，所以恢复读做恢复。我足早以前知的啦吼，所以无啥自信，无啥信心是读对啊毋对，所以今仔日搁查一遍吼。一切拢恢复以前的自由状况，但是呢，上衰就是迄个诺伊兹阁下吼，犹搁伫咧监牢内底吼，犹未放出来吼。伫咧日本皇帝和国会下达进一步的命令以前吼，
继续规伫加罗内底，挪威兹国下吼。各位看迄个历史即出去，知影即个挪威兹国下，诚水小啦吼。好，117日。阁有33只容克船对南部来到楚地，因嘛捕获真少，就是掠鱼无介济吼，所以今年即寡人的损失会大过利益。愿万能的上帝，互因明年会当搁较好来补偿今年的损失。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定了下列的事项：第一，因为容克船打到号去南部也袂转来，又搁有强风，量比还搁要延前几工，一定会搁延前几工，所以为着要甲前一日所接到对日本来的好消息传送去互总督阁下，总督是指印尼巴达米亚的总督阮决定要购买一只适合航往巴达米亚的渔夫的即个容克船。甲伊备办好势，若有可能明仔日暗就要出航前往巴达米亚。又搁决议讲，为着要争取时间，并且要去定新上市，就是要定试一遍。伫咧即种情势之下，去西南沿海是毋是会当去进行交易买卖吼？因为之前拢踢着铁棒嘛，就是拢讲迄个叫做啥物泉州的迄个啥物金门啊是啥吼？一直拢放刁讲袂使含荷兰人做生意，所以无人敢含荷兰人做生意嘛吼。所以今仔日因决定要争取时间，要去试看卖啊。因此呢，决定要派遣快艇股号含卡维克号该动公司的容克船，伫咧风甲天气拢许可的时阵，积极前往中国沿海，要去猎取或者是为头湾挺号对日本来的船只。并且决议讲，长官普特曼斯阁下要下大，就是要炸即个楚地商馆，就是台湾商馆所会当腾挪会全部现款，就是要甲即个台湾即只所倾会出来所有的现款全部要炸去前往西南沿海，要去遐做生意啦咱长官阁下要家己亲身前往，要甲钱轻的要炸去腾挪这是华语讲法啦，台语就是轻钱嘛来，我先查轻即个轻字。台语讲凑钱是轻字但是腾挪要安怎讲，我就无介意确定腾挪就是等于是转账安尼嘛刷钱嘛钱刷来刷去嘛穷呢汉字就是贫穷迄个穷字第一，伊的三个规则，第一提炼金银等等第二，找出来全部摕出来欠款有偌济就是甲钱找出来，全部甲收集出来嘛，收集起来看欠款有偌济第三是追求调查，欠甲到底，欠真欠实欠真欠实，这我就较听过啦所以即个欠字是追求调查的意思，欠真欠实穷究其实啦就是即个意思好所以即只是第二，咱即只讲钱全部甲倾出来，就是即第二个意思但是讲腾挪，感觉搁较好的词通来用腾挪就是甲钱刷来刷去。我一时仔想袂着啦各位若知影则甲咱建议一个搁较好的词即个腾挪，我看我用解说来测看有无。
或者是干那即个挪吼。腾伫华语内底意思就应该是让吼，腾让吼，让，连挪嘛无即个鬼事。好，甲字典查一个啊挪甲腾吼，我先查挪，因为我袂晓空字辈啦，迄个音啦，读音我袂晓读。挪是拉、罗、那吼三音。这安尼记袂起来吼。来，拉呢？伊讲规则是拉石，四过拉，四过石吼，四过拉，四过石，伊个拉石，四过拉，四过石吼。所以即个用来讲钱项的可能会使吼，但是我都毋捌听人安尼讲吼。拉钱吼，四过拉钱，四过借钱吼。过来是藤字，歹势吼，我搁看一下吼。拉罗那，罗就是手搔圆仔，手搔圆仔叫做罗。掠来吼，耍位就是罗吼。腾挪，所以挪就是耍位嘛吼。摕来摕去，落钱，嘛毋捌听人安尼讲吼。那含落是共款的鬼说吼，完全共意思，但是可能是一个读字音啦，一个白话音吼，一个落，一个那可能是读字音。好，过来是腾字，10:22，够时间吼，咱甲一篇内底的字甲学起来。腾就是停吼，停，读做停吼。较早我有敢若有一个动创的名叫做腾吼，停。跳枪叫做跳江叫做停。刨灶就是停。离线停起停。停罗吼，腾挪吼，若要空字辈读法啦，停罗。要下大此地商馆所会当停罗的全部现款，亲自同齐前往西那沿海吼，这是即工日子的决定的其中的另外一项代志吼。搁会记得头一项代志，就是要买只船，要甲即个大消息送去别搭伊啊，所以我对来讲大消息吼，这真正是大消息吼。另外就是要另外一个决议就是长官阁下要亲身要阁出马，要去做生理啊吼，要甲现金款的拢要做一个摕去吼。对啦，现金款的啦吼，会使安尼讲啦吼。这是117日，到遮结束吼，过来就是过来要阁浪几啊工啊，看啊。补充资料，因为过来就是3个啊吼，所以2个啥物拢浪过啊吼。这才敢若用补充资料，咱来看这补充资料是，伊讲1633年1月18日到3月19日缺漏吼，这是读做缺无？应该是读做缺吼，缺漏这个缺。搁再讲吼，搁甲伊强调一遍吼，我是台语是小学生尔吼，所以我每读一字都爱袂晓，都爱去查字典吼。缺吼，缺漏吼，我拄则读个缺吼，缺就是双边有漏是啥物意思啊？中央的路吼，双边有漏，中央的路安尼叫做缺。有漏伊的汉字写做栏杆迄个栏吼。门开叫做缺，
城门楼叫做缺，过失叫做缺，毁坏叫做缺吼。缺漏就是欠课吼。好，1633年1月到3月19日拢缺漏吼，日子缺漏。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函议会伫个威廉江省出航机制所做的决议草本，是1633年1月28日，编号是偌济吼？人个我读啊吼。普特曼斯听阿姆斯特丹吼诶商会诶信件原本吼，编号是偌济？另外是1633年2月15日到2月25日收发的中文批示的草本，编号是偌济？过来是因为已经真清楚西奈的模样，又搁愈来愈脱节，就是讲愈来愈歹做啦吼，愈来愈困难，所以普特曼斯决定要亲身去西奈沿海，要带日本运来资金去遐交易。伫出航以前，伫个1月17日威廉江省对日本大领快艇阿伦号和坎潘号运来10万个6000两银现款，以及一批铜、一批樟脑和茶娘。决议讲，坎潘号要载700担铜和快艇古斯号甲克维克号同齐要前往西纳。即寡船总共载有4万里的现款。普特曼斯先伫个2月12号去金门停船，伫遐和一官、军门以及其他大官交换几封批吼，几张批。一官声明讲，已经无法度关照和日本和荷兰人的贸易咯，吼，算罩不住啦，吼，意思就是无法度通个人去关照吼，无法度佫继续甲恁算甲恁支持落吼。建议讲普特曼斯另外去找生意人交易，所以普特曼斯就率领快艇古斯号和卡维克号，伫3月1日出航前往巴达维亚，伫4月22日抵达巴达维亚吼，所以伊离开台湾去印尼吼，而坎潘号则航回台湾。我记得咱之前有读着讲，普特曼斯伊的任期差不多要到啊，吼，本来要去印尼进行着，本来讲伊要转去印尼啊，所以即马应该是就是即项代志。转去印尼吼，转去巴达维亚，这是真紧甲即段时间发生的代志，就用安尼交代吼。过来日期就是3月啊吼，1633年3月10日，剩2分钟，咱看偌济。吼，即部分伊写讲是台湾商馆所写的日子吼，是伫台湾写吼。1633年3月10日到5月31日，编号是偌济号？伫咧台湾商馆由纪念保尔所写的日子吼，所以即道看会到啥物人写吼？即边的人度假吼，叫做纪念保尔。1633年6月1日到6月22日，编号是4874吼。伫台湾商馆所写的日子。条录1633年8月22日到10月23日，编号是吼 BOC1113吼。这顶头拢是一寡等于是大约 summary 啦吼 ，summarize 讲因所写日子的编号是啥物吼。好，1633年3月10日，咱来看内容。详细商务员29分吼，详细商务员保瓦是昨昏坐快艇坎潘号对西纳沿海转来到此地吼，台湾，感谢上帝。伊转来了后，就按照伊的委任书，后壁这个我先跳过吼，这个规则先跳过。将台湾的政府甲其所属的一切，拢完全正式来委交 Nicholas 库库巴卡
阁下，命令伊以议长甲馆长的名义指挥台湾的政府以及所属的一切，并举行例行的庆祝大会。这什么意思呢？即句话应该是讲，按照即个威廉某一个人做什么职务嘛？咱看起来就是讲，即个基甸库库巴克是变成是议长甲馆长的名义，是毋是？就是后来即个台湾长官呢？我无确定吼，因为台湾长官的名我无特别去研究过，我看查会着袂。Nicholas 库库巴卡无原文，我毋知影原文啥。无安尼，已经10:31啊吼。各位，我先看一下荷兰长官的名称内底有即个人无吼？库库巴克，荷兰台湾长官吼，荷兰台湾长官。宋克的 Frederiksen Nuits Putmans John Vanderberg， 所以无即个库库巴克的名啦吼，所以误会吼，毋是长官啦吼，是敢若委任即个人去做即个议长甲馆长吼。咱明仔载。明仔载袂当吼，明仔载我袂使读吼。咱后礼拜啦吼，可能是拜一啦吼，再搁继续来读。但是只要我有烂过一段，咱后一回再搁对遮再搁重读吼。即篇课应该搁重读一遍吼。好，读到遮，1633年3月10日。芭比，你遮敢有啥补充？无吼，我是感觉愈来愈刺激。安尼吼。因为今年因为那个几个月了后，就有迄海战啊。安尼哦，美国海战啊吼，哦，我特别看着迄海战诶。对，迄做生意就无聊。进前已经无共啊，愈来愈紧张着，亲像在看动漫诶时阵，One Piece 安尼啊，有那个铺陈愈来愈。我足期待会当看足侪精彩即个。其实吼，我进前捌现过因离开台湾，迄是互我感觉伊写了足互人心内足感动，而且吼感觉足悲伤诶代志。但是这可能是咱无定咱爱读1年后、2年后才读会着啊吼。所以其实我为虾米会想要读，就是我实在是足感动诶，就是因迄个写即个日志吼，真正足深入、足详细，甲所有经过诶代志拢写甲足清楚诶安尼吼。你看伊是其实写无介济吼，几字啊几纸，但是写甲足好诶。好，安尼咱今日读到遮，好，后礼拜再继续吼。各位即个周末愉快，好，祝各位平安顺遂，好。多谢大家，多谢关。再会。